因为感受到真侪人因为无形压力造成抑郁等心理健康的问题愈来愈严重，所以淡市中小企业妇女协会希望用公益演唱会形式，邀请艺人来分享因曾经甲抑郁症奋斗的经历，会让赶紧接受专业医疗协助，勇敢行出来。那我们希望呢，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主，他今天可以在他的在这个同仁的整个的工作环境，或者是同仁的一些身心灵的一些照顾上呢，能够有更多的这些关注跟照顾在这里面。当然，一个协会力量有限，是结合政府、民代加民间资源做伙来宣传，都要有眼控公所协调当地组织，议员朱正轩加蔡小薇全力协助，同时何峰设来征收设计公司马大力赞助10万块的活动经费，场面温馨。我们一起关心忧郁症的病友。主要的目标就是希望大家要产生这样子一个病识感，因为其实忧郁症它不单单我们都认为它是一个心理上的疾病，其实在更严格来讲起来，它也是一个生理上的疾病，因为大脑出现了一些问题，某一些这个分泌一些激素我没有办法产生的情况下，所以会走不出那个回圈，会陷入这个忧郁的漩涡里面。那这个是旁人都很难拉得起来的。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产生病识感。然后真的去就医，去服用一些相关的药物跟接受治疗，鼓励大家社会有温暖，我们企业有爱，大家一起来关怀我们忧郁症，或者是正面临忧郁的人，甚至是鼓励大家要走出来。忧郁症的朋友，他在很多面向呢，他的能力是相当好的。那我们很希望就是说，就把它当成就是跟我们的胃病啊，其他的问题一样啊，我们就是。就医求诊，然后还有家庭社会的支持。该演唱会号名“陆上快乐的脚步，摆脱抑郁”，在定9月28下晡2點开始伫永康社教中心，固定800名額，欢迎免费退票入场，用音乐来疗愈大家心。台湾新闻阮子采访报道。